中性，为中性。你可能跟什么屏东的厂商关系比较好，你可能我别讲的啦，对啊。当下怎么会这样子想要这样跟他讲？就这样讲啊。对啊，就像你刚才跟我讲话这样子一样啊。对啊。你也觉得对方可能也要拉？是拉勒啊，我们就是跟他拉勒啊，他拉勒我就跟他拉勒啊，就这样子啊，不然怎么办？是不是？你有提到说你有那个海关还有警察局都跟你拿货？有海关啊，对啊，也有警察局啊。是哪一个警察？可是只有1包而已。那1包口罩你觉得要写吗？1包只有50个，你用捐的也可以。所以您意思就是说，现在其实你的状况也是跟其他的药局一模一样，都没货，大家都没货，大家都要调，连那个药师工会议员都拿不到，我们怎么可能会有货嘞？是不是？因为我们这边的议员要跟我拿货，哪来的药？哪来的口罩啊？这路到不代表有买到东西，是不是？用路的话不能当真啊！我跟你讲。所以你就配合。我们没有进货单。为什么没有进货？我们哪来的进货单？就没口罩，哪来的进货单，大姐？那你们的销货嘞？我们也没有销货单，我们现在只有政府的进货销货，我还进了还负12，那个电脑怪怪的，我现在里面都没了。都会有开发票或什么？我们没有收据，也没有发票啊，对啊。哪来的东西？那所以你现在都没有办法提供你们？我们没有进销货。那好，那对啊，在之前就是，我们只有药品的进销货。口罩嘞？年节之前的口罩，你们也有口罩的。年节之前口罩是中化或者是跟仪器行的口罩，可是那时候也是这样子就卖完了。因为过年台商很多嘛。过年前那个部分应该有。我们过年前的我可能要再找给你，因为那个可能要等到我们员工找给你，因为我不得变这，是不是？对啊。跟客人讲说可以订那个几十万的那个口罩。几十万要等到5月份，谢谢。最后一天。那你的那口罩？5月份疫情可能没有。口罩来源是在哪里？口罩想办法自己生啊，对啊，去认识工厂啊。可是现在没有货啊，你这客人如果愿意排的话就抵赖啊，就是穿。所以你现在所说的几十万那个部分是5月份预购的啊，大姐哪来的口罩啊？那我请教一下，预购的部分有客人跟你预购的那个？没有本子啊，因为完全都没有人要订，完全就是你写的，根本就没有人可以打电话，我们没有办法打电话给他们。是你这样子的说法，其实是不符合逻辑呀。预购是有，我跟你讲。可是问题是没有口罩生给他们，你看预购有什么用呢？预购有没有留资料？预购留资料那个没有啦。给我们参考吗？就是有的，我请他们电话打来，就是每天过来问。那你怎么会知道是谁预购？我不会去打电话给人，我干嘛要花手机的钱去打给人家？是不是？不是，你又说有预购。那什么小孩子？啊，大人。97年是12岁以下才是大人。对啊，你又说有人预购到5月份以后，那我现在请你提供预购的资料，你又说没有。我们预购的资料是在手机里面，对，那如果是这样，手机可以秀一下吗？手机那个是，我来给你看。那个人讲话本来就很夸张，你就听听他，他夸张你就夸张，跟他回答嘛。那如果客人来，你刚刚说客人，我们就是要同情他。如果客人来很凶，当然很凶，跟他讲话嘛。那有些人讲话就不死啦，你就听听就好了啊。所以2月14号到底外面有没有人排队？没有啦，哪来的排队？没有排队啊。你当天跟记者拿出来那一盒是口罩还是？那空盒啦，盒子啦。那里面好像有拿出几个口罩出来。几个口罩？那政府早上的啊，对啊，那只是盒子啊，对啊。是啊。不是盒子，这政府口罩盒子。还淋上酱油，对啊。政府口罩空盒啊。对啊，还有酱油啊，看这样。这怎么能用？老板会记得有在冤枉吗？刚刚不是说没有，现在刚刚有收到吗？所以有跟屏东的工厂合作吗？被拍到整盒的。
常关心这个大爱药局那个烘台跟囤积口罩一事。今天我们配合市调处还有地检署，然后卫生局来做相关的稽查。那业者他也非常配合，开放1楼跟这个卖场的现场跟2楼的它的住家空间，让我们去查。目前是没有查到口罩囤积的一个事实。那有关业者的部分，诚信药师目前已经陪同这个警员陪同到地检署去做相关的一些案情了解。是。那他的进货单看起来有问题吗？提到说那个有跟屏东工厂合作，所以确实目前了解确实有这一部分的。那个药师是说，因为那个爆料的人跟他拉嘞，所以事实上他也只是在跟他虚与委蛇去做应对，没有屏东那个口罩工厂这一件事。那之前有这个已经贩售出这个所谓几十万口罩的情况。我们查他的相关的一个进货资料是没有报载所讲几十万的口罩啦，大概都是在过年前零星进货的一些资料。所以详情还要由这个检方详情可能由检方来调查哈，等那个诚信药师去跟检方做详细的一个说明之后，由检方这边来做相关的一个事实厘清。是肖法官，那就是说对这个药局来讲，他在过年就是疫情发生前跟发生之后，那个进销货的那个单据有没有什么就是异常？目前它是有向2家这个医疗器材公司去进相关的口罩，那口罩的数量大概都就是零星的盒数啦，就是2到10几盒不等啦，所以看来是销货的资料是没有异常的状况。那买卖的价格？买卖的价格的话，因为他那个医用口罩这个部分，可能要请地检署那边诚信那个药师去做相关的说明，由地检署这边来做厘清。我们目前没有看到他这个相关15块售价的部分，只有看到进价的部分是，就是1盒50块，对，所以那至于售价的部分，我们并没有查到相关的实证。那个因为有那个媒体的影片，确实当天来购买的时候，不知道是拿1盒还是2盒整盒给他，就在这个2月中旬的时候，那这一部分他有承认吗？对于这个部分他否认，他说他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事实啦。所以影片拍到他拿整盒的给客人，他说没有这件事。因为他这个部分他说就没有这件事情，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要由地检署这边对诚信药师再去做一个进一步的澄清跟理解哈。